甲各种细水伫画布顶面展现。长期受到艺术教育栽培有热情，结合东西方文化，创造出抽象多位，同时用白体仔立体装置，做出动物同圆满如意造型的彩绘作品，以东方书写伫各色媒材顶表达。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恣意挥洒的一个线条，然后那个线条就是从书法里面去汲取出来的啊，所以在画面上看到点线面，还有亮丽的色彩，这是我的个性，所以我就画我自己。另外一位艺术家李鹤本，也是画图只有3天的时间，本身学理工，也过一直对艺术充满兴趣，有机会拄到有热情了后，开始学画图。伊跟其他人无同款，无伫咧画色，甲伊伫户外创作。我每天都是跟日、月、天、地一起合并的，所以我不是在吹冷气房里面来完成我的画作，我所有的画作都是跟大地、跟上天、跟宇宙一起结合的。心中够坚强，你画出来的东西才会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。两位艺术家的作品，定定互企业家收藏。这摆画作卖出去的金额，就由李鹤本捐出5万块，由科技公司董事长代表捐赠予弱势团体，甲艺术融为生活，嘛抛砖引玉做爱心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